20公斤，是保证往前有5、60斤，你开玩笑？多能够低啊，是吧？这是吧？那跑起这条40-50公斤是能够公斤娘个。给你看见想买那么价格，我想起来对不对？能够低。20多斤啊，公斤啊！开玩笑啊！不要老有那么老就低。我是19斤吧，18斤半。还是这个啥大？老低啊！老低是吧？